打捞，不是老鼠哦哈，打捞，好棒哦，好，来，改心等一人号，改心等一人，哇，登不当你了号。好，告诉我中文对，好，嗨。哦，你好会啊！好，是谁知道中文的意思？告诉我。这样不完整，你已经抓到关键字了哈。摸树鼻子没有错，但是它整句是什么呢？注意听哦。对了，这个棒棒，好，再来。好，等一下再换你，等一下你要跑。好，来，等一人你要。这是鸡。答对了，好，要分清楚古辣古腻哈，已经分清楚了，好，再来哦。但是我想第一个。嗨，好，再来一次。嗨，那是甘蔗。哦，妈咪棒棒，嗨，甘蔗哈。对了，哎，但是不是，是比较远哦，等一人号。那是椅子吗？对。那跟这要分清楚，好，再来。对，很棒。等一下考的时候是你们要附送这个主语哦。现在先让你们复习一下。那些孩子喜欢。好，再听一次。好，白昕你加油。那些孩子喜欢唱歌。对，很棒。好，再来哦。好。阿公是男生孩子。哎，这个问题，他很会模仿哦。再来，听不清楚可以再。哇哇哇哇是两个孩子以上，他就是复数了嘛哈。你就不管他是女生还是男生，他就是孩子，一些孩子。但是他如果有分辨，请你分辨就是爸爸一样还是爸一那样，这个时候你就要讲出那些男孩或那些女孩，了解吗？好，现在再放哦。那些孩子喜欢去拜访阿公吗？是吗？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听到，好，再来哦。对，我们爸爸呀，开心。嗨，娃娃。对，那整句刚刚妈妈有讲了，只是差了那个性别而已。哦，就是那群孩子很喜欢去。那群什么孩子？那群女孩子吗？哎，对。所以女孩子的。那些女孩喜欢探访阿公，这边就是也阿公。